刚刚主治医师来过，今天可以办理出院。护理师，谢谢你的照顾。睇下主持醫生來個，今晡日就得辦理出院。弗利斯，是夢兒該照顧。睇下主持醫生來個，今晡日就得辦理出院。弗利斯，是夢兒該照顧。不客氣，張太太，我跟您說明，等一下請拿着這張出院帶藥處方笺到樓下的批價櫃台辦理出院，再到隔壁的藥局領藥。我知道了。唔是客氣。張夫人，我讓你說明，等一下請拿的那種出院帶藥處方笺到樓下嘅批價櫃台辦理出院，這個到隔壁嘅藥局領藥嘅。我知咧。唔是客氣。張夫人，我讓你說明，等一下請拿的那種出院帶藥處方笺到樓下嘅批價櫃台辦理出院，這個到隔壁嘅藥局領藥嘅。我知咧。出院後，請問誰可以幫張先生換藥？是我。出院過後，請問馬人就得老張先生換藥嘅？係我啊。出院過後，請問馬人就得老張先生換藥嘅？係我啊。好的，請您到藥房買優碘、生理食鹽水、棉花棒，還有3×3公分的紗布。好的。好，請你到藥房買優碘、生理鹽水、棉花棒，還有3×3公分嘅紗布。好，請你到藥房買優碘、生理鹽水、棉花棒，還有3×3公分嘅紗布。好，我來教您換藥的部分。第一步，您將傷口的舊紗布打開後，先用生理食鹽水清潔，棉花棒用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。我來教你用辦換藥嘅。提醒你要老傷口嘅舊紗布打開來，先用生理鹽水清潔，棉花棒用人口式消毒，用濃度向腦背高。我來教你用辦換藥嘅。提醒你要老傷口嘅舊紗布打開來，先用生理鹽水清潔，棉花棒用人口式消毒，用濃度向腦背高。都是踩單次，不要來回擦拭。了解。穿係單論，唔好來來去去經過。我知。穿係單論，唔好來來去去經過。我知。生理食鹽水消毒後，換優碘，一樣用棉花棒踩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，一次就好。生理鹽水消毒過後，換優碘，同樣用棉花棒人口式消毒，用濃度向腦背，熱練就好。生理鹽水消毒過後，換優碘，同樣用棉花棒人口式消毒，用濃度向腦背，熱練就好。上優碘後，等30秒讓它消毒，再用生理食鹽水擦去上面的優碘。優碘過後，等30秒半佢消毒，這個用生理鹽水撈當背嘅優碘。優碘過後，等30秒半佢消毒，這個用生理鹽水撈當背嘅優碘。再用一次生理食鹽水啊？是的，因為如果優碘沒有消毒乾淨，它會色素沉澱。我哋這個用100生理鹽水哦。係講優碘冇消毒槍，佢嘅色素會沉積。我哋這個用100生理鹽水哦。係講優碘冇消毒槍，佢嘅色素會沉積。一樣是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繞一次嗎？是的。同樣人口式消毒，用濃度向腦背，地熱練係麼？係啊。同樣人口式消毒，用濃度向腦背，地熱練係麼？係啊。多久要換一次藥呢？原則上1天換一次就可以。如果傷口不小心弄濕的話，就再換藥，維持傷口乾燥。結局換越多藥嘅呢？原則上，人嘅換越多就做得。係講傷口冇注意冇濕貼，就愛過換藥嘅。
伤口要保持本肌皱皱。愛結構溫熱度做個呢？原則上，熱熱溫熱度就做得。係講傷口冇注意冇濕拍，就愛高溫熱個。傷口要保持本肌皱皱。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項嗎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情嗎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情嗎？我為您說明這張衛教單，傷口盡量保持清潔乾燥，病患的下肢抬高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。沒問題。我讓你說明兩種衛教單呢，傷口盡量保持強力乾燥，病人該量技巧，要卡高度，做得促進血液循環。冇問題。我讓你說明兩種衛教單呢，傷口盡量保持強力乾燥，病人該量技巧，要卡高度，做得促進血液循環。冇問題。還要注意傷口是否有出血情形。俗話說，手上的細菌會造成傷口更嚴重的感染，一定不要用手去摸傷口。還要注意傷口有出血嘅情形麼？人講手風動態，一定唔好用手去摸傷口。還要注意傷口有出血嘅情形麼？人講手風動態，一定唔好用手去摸傷口。如果回家後傷口出現紅、腫、熱、痛，很可能是傷口感染，一定要馬上回診。我會注意的。係講轉治療後，傷口出現風、腫、燒、痛，情況呢係傷口發火，一定要嚴時到轉來本醫生看。我會注意嘅。係講轉治療後，傷口出現風、腫、燒、痛，情況呢係傷口發火，一定要嚴時到轉來本醫生看。我會注意嘅。要促進傷口癒合，請多攝取高維他命 C 跟高蛋白質的食物。要促進傷口下腳生肉，強度是高維他命 C 和高卵白質嘅食物。要促進傷口下腳生肉，強度是高維他命 C 和高卵白質嘅食物。護理師啊，請問多久可以拆線呢？通常是7天到2週後才會拆線。下次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拆線時間。護理師，請問幾久做得拆線呢？一般係7日到2禮拜個，將做得拆線。下次門診，醫生會估算傷口拆線嘅時間。護理師，請問幾久做得拆線呢？一般係7日到2禮拜個，將做得拆線。下次門診，醫生會估算傷口拆線嘅時間。好的，我們會準時回診。其他就按照醫院排定的行程，定時回醫院復健。沒問題。好，我哋會準時到轉來本醫生看。其他是照醫院排定嘅行程，照時間到轉醫院來做復健。冇問題。好，我哋會準時到轉來本醫生看。其他是照醫院排定嘅行程，照時間到轉醫院來做復健。冇問題。術後及飲食衛教已為您說明完畢，要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的受衛教者這一欄上面簽名，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及計劃書給您帶回去參考。手術過後，老飲食衛教已經讓你講述，要麻煩你喺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介紹衛教者兩欄面當簽名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和計劃書幫你帶轉去參考。手術過後，老飲食衛教已經讓你講述，要麻煩你喺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介紹衛教者兩欄面當簽名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和計劃書幫你帶轉去參考。護理師，你真棒啊！真的是命帶6秀，遠文又遠武。謝謝你。護理師，你很會哦，真緊係命帶6秀，為處也為柔。希望你哦，護理師，你很會哦。
真紧是命大六寿，未处也未有，希望你哦。不客气，祝您早日康复。唔是客气，祝你早点恢复。唔是客气，祝你早点恢复。